最近香港嘅朋友翻嚟中山睇樓呢，我都會建議佢睇睇呢個喺中山東區旗杆新城地鐵站旁邊嘅一個屋宅嘅。呢度呢係500尺，依家只需要呢50幾萬就可以攞低啦。嗱，呢度入嚟呢係其中一個房間，嗱我都有1.78米嘅，咁完全呢個空間呢都唔會話好窄。咁出到嚟呢，呢邊呢亦都有佢放低嗰個洗衣機啊，呢啲咁嘅位置。咁望上去上邊咧，佢係做咗有2個房間嘅。咁佢個房間咧間咗樓層之後咧，你睇下間咗樓層之後，佢都唔會話要彎腰入。我亦都去過香港，按照依家香港好多新嘅屋宅咧，2樓基本上係要彎腰入嚟先瞓到覺嘅。嗱，呢度係唔需要彎腰都入嚟瞓到覺。咁嗱，呢邊隔離咧，亦都係有一間房間，唔需要爬入嚟嘅，你完全可以隨便行入嚟。都冇問題嘅。咁然後呢度咧望出去個景觀咧係我哋嘅小區園林位置，呢個景觀咧都好靚嘅。咁呢個屋咧依家只需要50零萬人民幣就可以攞低啦。關鍵咧依家香港嘅朋友以及華僑朋友同我內陸買樓嘅係一樣嘅，只需要3成首付就可以買啦。咁你中意呢間屋咧，只需要10零萬就可以買低啦。關鍵咧呢個屋宅依家咧，佢係可以辦嗰個居住證。咁依家好多嘅香港嘅朋友，包括華僑嘅朋友，佢翻退休養老，咁肯定係好關心呢個醫療嘅。你買咗呢層樓咧，你即時係可以辦嗰個居住證嘅。辦完居住證之後咧，你到年底就可以辦我哋本地嘅一個醫保卡。咁你所享受嘅同我哋本地享受嘅醫保咧係一樣嘅。咁呢層樓只需要50零萬，你就可以享受同本地嘅享受嘅服務係一樣嘅。嗱，呢度咧亦都係其中一個衛生間入嚟睇。咁其實咧呢個衛生間咧喺香港咧完全係唔細㗎啦，因為我上一年經常都有去香港拍片嘅。咁嗱，最近想翻嚟中山，然後咧又唔想話買咁大隻面積嘅，然後咧又唔想話花太多錢嘅，只想花100幾十萬咧。我建議你過嚟。呢個屋宅咧，上個月成個樓盤成交咗大概係100套，基本上有80套都係香港人買嘅，包括係華僑人買嘅。我上個月喺呢個樓盤咧都賣咗10幾間。如果你睇完呢條片感興趣嘅話，我帶你現場睇樓。